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2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有虾米款的大代志。香港反送中情势是愈来愈大，有学生一开学就要求要来罢课，要各行各业发起罢工，要求香港政府回应5大诉求。有风声讲，台湾的邦交国所罗门要甲台湾断交，会甲中国建交，外交部也讲这真还阁讲袂准。劳动部到今年8月，大约有33间公司，2000多人伫咧放无薪假，其中金属电机类上较严重。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经济。9月初2是香港真济学校即日伫咧开学，不过也有上千名学生在即天就发起了罢课，下晡组织伫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为期2礼拜的罢课无罢学的活动，要求香港政府回应5大诉求。包括香港特首任郑月娥的母校，因为学生也举着牌啊，希望任郑月娥会当回应人民的诉求。光复香港！口号要求香港超过上千位穿乌衫、挂喙暗的大专院校学生，伫9月2号开学日即一天，无伫教室上课，而是到香港中文大學百萬大道響應罷課。喺5年前同一個地方，我哋嘅師兄師姐喺度發控一場罷課，為雨傘革命掀開咗一個序幕。我諗當時冇人會諗到喺5年之後，香港會再次發生一場大型嘅群眾抗爭活動。點解我哋香港人呢幾個月以嚟都係咁樣嘅裝扮？就因為香港而家已經進入一個軍政府嘅時期，香港人已經被逼得退無可退。抗議學生電工指出，香港正面臨提無可提地步，即由香港大專學界聯手舉辦發起2禮拜罷課無罷學行動，主要訴求就是呼籲港府正面回應5大訴求，只不過喺集會開始之前，卻民眾衝入舞台。我是中國人！嘛學生無配做大學生，這名穿紅衫10人雄雄衝上台，先是掠條舞台旗仔出去提出中國號召，表示家己是中國人，是要干擾罷課。不過馬上被學生阻止。香港大專學界表示，喺罷課期間，亦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公民講課，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母校。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要學生社員反送中，8名學生穿着校服。戴着黃色頭盔甲防毒面罩，也着標語特首你願意聽書媒聲音無，引發關心。浙江大學超過100間中學學生組織，前後3步開始罷課。中環愛丁堡廣場再去邀中學生進行罷課行動，學生穿制服表達立場，表示港府甲即馬依然無回應5大訴求，而且警方真濟擺動用暴力對待民眾，決定無上課行出校園，要集體發聲。你都沒有未來了，還學習來幹嘛？我知道學習固然重要，沒有學習，怎麼跟這個政府去對抗？但是每天看見就是你從前根本就不會想過香港會發生就是流血的畫面。香港中學罷課聯盟也呼籲中學生第3號起全港罷課，確實政府無喺9月13號進前回應5大訴求，無排除將行動升級。記者綜合報道。香港政府官員在今仔日也出面來譴責反送中的抗爭行為，不過職工盟甲各團體所號召的9293跨界別行業甲罷工集會，吸引真濟民眾來參加，也批評香港政府是無警當道，和香港人是進無步退無路。拜一上班日子，香港天馬公園也是真濟人佇遮。香港市民響應9293罷工集會，頭期先批評香港警方伫8月31日去地鐵站用暴力來對待示威者。這個集會地點就佇咧海邊啊。主辦單位表示，因為發起罷工救香港，是因為香港人已經退到無路通退啊。如果我們今天退了，回家了，我們的政府就會繼續用這種方法去對待我們所有的香港人，所以我們是覺得退無可退。而且建築界甲工程界嘛有人響應，有代表指出，因為工地使用的安全帽啊，即馬煞愛摕來當槍支。N95的喙紅原本是要來保護氣部，煞互逼摕來風吹雷彈，互人感覺是真悲哀。這些東西都是很普通、很隨手可得。現在我們要用這些東西來保護自己，去爭取我們民主自由的權利，其實是一件非常可悲的
虽然卡出来，毋过无希望伫媒体头前公开，因为着惊讲事尾强算忠孝，而且嘛有可能会无工课，这嘛是真侪人惊吓的代志。但因为表态反送中，去势头落，前国泰航空从部长施安娜嘛出现，伊强调讲绝对袂认输，会甲资方拼到底，希望香港司法会当还伊一个公道。我绝对相信，其实香港最后的，除了这个言论自由，就是香港独立的法治的系统。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一个被解雇的人都能讨回公道。伫咧集会现场，愈换人是愈侪，而且香港政府佫一概谴责示威者，警方嘛批评暴动行为一直拖。官方态度甲民间反送中明因是黑警，就那就是两个无共的世界。即届罢工大会宣读团员表示讲，政府若无伫9月13回应民间的5大诉求，有可能会先急抗议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多謝咁多位。香港反送中的精神是一直咧烧媒体，有网友拍算伫9月初2、初3时阵发起罢工行动，也因为目前是拄开学，就发生学生来罢课。香港教育局长也到学校来视察，烦恼讲有人会霸凌警方因的囝儿逝世。另外，在香港政务司长也批评这示威者是无法无天，支持警察依法来挺治暴力。香港反送中抗争继续上升，9月2号开学即天，有人高调发起罢工、罢课、罢市。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到小学视察开学情况，针对部分人士煽动欺负警察子女，伊呼吁外部力量也是组织，卖骚扰，也卖来煽動學生。好多網上邊一啲唔係好負責嘅言論，一啲鼓勵啲同學互相之間欺凌，或者一啲成年人欺凌啲學生嘅情況出現。咁呢個係令我哋值得擔心嘅。零容忍，即係學校欺凌零容忍呢個政策係一路咁多年以嚟咧，都係我哋實施學校要特別注意可能發生嘅事件，我相信已經足夠。香港政務司長張建宗2號早起也佇跨部會記者會中，對着頂禮拜六抗爭衝突感覺痛心。香港警察指出，8月1日迄天示威者獻上百粒的汽油彈，有159人被掠，開銷揮發一盒實勁，也佫有藏有攻擊性武器。警方是發射241發的催淚瓦斯，上令槍支92發，布袋彈1發，海綿彈10發。拆咗國旗之後咧，係燒毀。咁呢個挑戰國家嘅權威，衝擊一國兩制嘅底線嘅，係絕對不容我哋容忍嘅。社會各界咧，我應該咧，我哋係與暴力係劃分嘅界線，劃清界線。對暴力示威者咧嘅野蠻嘅行為咧，係予以最嚴厲嘅譴責。法庭案件方面咧，16名男女介乎18至42歲，涉嫌喺8月31日嘅晏晝，同大量嘅人士喺銅鑼灣區干犯咗暴動罪。香港警方講，反送中行動到即陣總共拘捕1117人。而中國中央政法委長安健美信公獎號最新文章也批評8月31號示威者以汽油彈來放火，已經脫離遊行示威範圍。暗示9月13號中秋節前後會有更加大一波執法的行動。記者綜合報道。咱鏡頭看轉到咱台灣，日前總統蔡英文甲台北市長郭文哲因為台灣價值問題互相伫咧嗆聲，在今日透早，因攏做伙出席着計程車產業活動。蔡英文一落車就甲郭文哲握手，不過媒體要求因過來握一擺，說互郭文哲來拒絕。兩個人佇會場內是無互動，也無交談，氣氛有影真緊張。答案準備好了嗎？握一下手。不要，握手聽你的。那你為什麼不願意握手？好，這邊稍等一下哈。河邊媒體發人講，甲總統閣在握一遍手，郭文哲是講袂，現場的氣氛是規個攏冷落。蔡官兩個人決定行入活動的會場，坐佇咧邊啊。不過郭文哲是攏無笑面，甲蔡英文攏無互動，也無講話。讓中央地方一起合作，而且官民合作。我想計程車司機不應該是弱勢，今天的攝影機應該是我看過密度最高的。蔡官兩個人佇咧搶台灣價值了，第一遍講台，吸引到真濟媒體佇咧注意。要到外口雖然翕相的時陣，郭文哲唔是手放佇咧後壁，就是雙手插佇咧腰的，看起來真壓榨，真想要走。你們有最遙遠的距離。總統聽，不用透過媒體得知。媒體一直問郭文哲，不愛講就是不愛講。
随后要翕相的时阵，蔡英文主动去打伊的肩胛头，甲伊握手，免又搁应媒体要求，搁握一遍。蔡官两个人的互动是领导无法度搁再领，2020年的总统大选，白绿合作可能是无可能啊。面对着国民党可能的分裂，负责民进党选举操盘的前行政院副院长林锡尧就讲，国民党就算是无整合成功，郭台铭若参选，遐尼有钱，唔知安怎先做，所以民进党绝对要注意。那个民进党哦，变那个总统大选了，每个县竞选总部那个经纬去看一看，那个要不要请他们公布一下他们的那个预算表？才可怕。伫台湾记者了，郭文铁伊个呛民进党开大钱伫咧拼选举，炮火是拢无伫咧停。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提名人，也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目前伊的民调是无啥乐观，有风声讲会甲伊换掉。不过，前鸿海党市长郭台铭应该确定讲会用独立的身份来参选到2020年的总统。对着这款情形，郭电影也表示讲，郭台铭将来就唔捌期待国民党会甲韩国瑜来换掉。真感慨台湾为着政治民调的压力恶斗，甲经济教育这寡百年大业拢牵着。郭台铭的普文表现出烦恼台湾、烦恼人民的心情，想要挑战2020的情势，哪像愈来愈明显。而且国民党佮一直传出讲要甲韩国瑜换掉的传言，传出讲国民党透过前立委张显耀担任特使，向北京表达想要甲韩国瑜换掉的可能性，而且佮偷偷拜会郭台铭，希望讲也当做党的有比人选。没有谈到选举的事情，那个时候，整个情势跟现在又不一样。1个月以前的事情，所以有人在道听途说、移花接木。台铭先生如果要参选的话，他一定是独立参选，他不会受到任何政党的游说。那甚至于是说，他的参选跟国台办一点关系也没有。针对甲韩国瑜换掉的传言，国民党是无承认。郭台铭办公室是强调讲，郭台铭未代表国民党来参选，而且郭台铭嘛无期待甲韩国瑜换掉。而且最近向点名郭台铭副手人选的高医院长侯明峰，车日已经表示拒绝。郭电影强调讲，这礼拜会真拍拼来找找副手人选。要把这个院长的角色担任好，所以我目前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教学、研究跟服务。我想这个是我目前的工作。侯明峰讲目前无做副手的规划，郭电影回应是真遗憾。啊，若是真侪个强调讲要选到底，王金平未来用什么身份来参选？王金平敢若讲伊唔知影，自然就好，而且伊个认为郭台铭会有家己的拍算。国民党没有提名他，如果他一定要选的话。你认为他就剩下2条路嘛？一条就是自行参选嘛，联署嘛；另外一条就是所谓的那么借壳上市嘛。传出讲郭电影有计划独立参选，甲韩国瑜换掉，败选来选党主席的3套剧本，替郭台铭来铺路。蔡心如是强调讲，郭台铭将来就无这种规划。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自今仔开始，也要来启动着伊市政请教之路，会甲各地头的意见领袖来对谈，了解基层的需求甲声音。面对风声讲国民党要甲伊换掉这款讲法，韩国瑜也利用中昼休困的时间伫咧直播，也强调讲家己无相信党中央会安尼做，若准是安尼做，就表示头壳地水啊。各地方里长明代见面，高雄市长韩国瑜2号开始要展开市政清洁之路，按过无偌久进前，已先到当地庙寺拜拜，民众是大欢总统好。民众表态支持，也被质疑是毋是市政国情无分。韩国瑜讲是民众先过疫情，按过市府会有分寸。只是最近传闻国民党派人到中国传达换人诉求的讲法，韩国瑜是放弃无愿意回应。按过透过直播讲，那是事实，就是党中央有问题。居然会派人到国台办去沟通韩国瑜要换掉，我是不相信。但是如果是真的，我们国民党中央党部那他个脑袋进水了。直播澄清乌韩污言，韩国瑜也点名罢免伊团体，唱衰高雄，连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在行精华土地开发案，伫台北举办第一场招商说明会拢批评是旧案。不过市府强调，是因为去年公告招标无厂商投标。
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厂商来参与投标。新政府上来之后，我们积极的重新跟台电公司来就招商的条件进行检讨。韩国瑜决定针对无实在话，会1礼拜3天直播澄清。面对网友传伊的死讯，市府也证实向凤山分局报案，市府提供网络截图做证据，警方以诽谤罪受理，直叫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讲咱的友邦所罗门群岛可能会甲咱断交，也有风声讲因已经有团队甲中国伫咧接洽，上紧会伫咧这礼拜时阵甲中国来建交。不过，咱台湾的外交部也回应讲，咱甲所罗门最近的互动是真正常，也强调讲因甲中国会谈的结果绝对唔是真正。咱国友邦所罗门群岛新政府上台了，各类便传出个人的外交转向。路透社更加报道，所国已经组成一支部长级小组，甲中国进行会谈，上紧伫这礼拜就会宣布甲中国建交。所国外委会主席小肯尼罗瑞更加讲，现任政府绝对有改变的想法。这个台湾跟所罗门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哈，有没有把这个邦交国维系好？我想是我们台湾外交部要非常认真的去了解这个情况。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任何一个新的这个攻势啊，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些因应的做法。罗志正提醒讲，中国的打压拢无停，甚至照着上新的香港情势，就此来突出咱方的邦交国家，值得咱密切的注意。而所罗门任务小组加政府官员并无对报道做回应。咱方的外交部是强调，台所两国伫咧最近的活动拢正正常，沟通也正顺。所罗门政府的相关决策呢，也必须跟他的内阁跟国会进行协商。因此呢，评估小组的报告并不是唯一，也不是最终决策的参考依据。台所邦谊近期的互动是正常的。外交部表示，所国的国会议长伫咧8月初带议员团来台湾参加 APPU。部长吴钊燮伫咧8月中，也甲所国的总理苏加华瑞伫咧太平洋岛国论坛见面，同时也签署免签协定。运动场馆的工程团队也正伫咧所国，目前合作正顺利。另外，所国政府的评估小组也将会来台湾，时间地点是也无确定。不过，所国政府将会针对报告搁再做通盘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校长管中敏伫伊较早伫咧做国发会主委时阵，捌无露名替一周刊伫咧写社会评论，后来互监察院来弹劾。在今仔日公听会，搁再判管中敏新改做处分，认为伊有收稿费60多万是事实，违反着公务员袂使兼职的规定。台大校长管中敏进前担任国发会主委的时阵，无签名替伊周刊来写社会评论，趁这个兼职的稿费，去予监察院弹劾送公听会来审理。7、8月份开庭的时阵，管中敏有亲身来出席。9月初2下晡这天，公听会宣判结果出来呀，判管中敏新改处分已经确定啊。其为政务人员，却经常持续匿名为一周刊撰写文章，足以让民众有公务员不专心自身政务、公务纪律松散的不良观感。公听会认定管中敏自2014年1月份开始，伫伊周刊第661、663期到713期，连续隔一礼拜来刊这个社会评论，一期的稿费是25000块，总共刊27期，得到675000块，算是有固定的兼职行为。部分的文章内容批评国家已经决定的政策，嘛违反行政伦理。管中敏落尾伫人面册写讲，清晨一重点，白壁随升官。伊用清新白壁的原文，甲家己批论做是去予谣言陷害，而且伊的委任律师是表示，嘛无法度接受这个判决。那么很遗憾，今天公惩会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判决，我们觉得这个对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保障是不周到的。公开表示，挺管中敏的台大自主联名伫人面册骂讲，政府动用国家机器来迫害人权。监察院甲公听会拢是共款，真正对台知识分子真野蛮。监察院嘛提出声明批评管中敏伫公听会审理的期间，一直用张飞拍甲开的言论，想要透过媒体来假造伊是去用压迫形象，即卖尊重判决的结果，嘛呼吁管中敏毋通去做违反法律的错误行为。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湾中部地区的绿能建设敢会受到阻碍呢？台中港重要的风机厂以及台电的设备，自罗秀燕做台中市长了后，就要求讲重大建设拢爱送到市长室，也决定讲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审议。另外，伫彰化也风电业者甲地方政府是超袂罢。面对着这款的情形，敢是政治立场无共款所来致使的？咱做伙来关心。正做运送维修的台中港风电专区，伫国民党籍台中市长罗秀燕上任了后，要求纳入台中港特定区的都市审查计划，同时列做重大建设。金额超过2亿的必须送市长许可了后，才进行都市计划审议。对此，台中市都发局长讲，这不是要甲冻伫遐。这个专区的位置，他那个公司有来拜访过我们，那我们跟他互动非常好。那我们也跟他提过说，我们这个案子可能要督审。他们也同意，那我们会由这个督审的机制跟建造核准的部分来做一个联席审查，缩短这个时间。台中市都发局讲，对港区内底开发案、都审案拢同款，时程也只有3个多月，袂影响风电进程。而咧彰化，26个通过环境评估的风场，已经有12个取得地方同意书，即阵才伫甲地方参详的阶段。彰化郡海华也有台电甲福海2个所在已经取得时间许可。彰化县建设署讲，地方无条件甲徛伫遐，问题是伫中央。县长执政之后，还没有取得地方同意函，重新来申请的，事实上我们也都有核发，可以说跟地方政府的行政权的部分，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介入的地方了。彰化离花风场未来的报班风机虽然未出航道，渔民出入也是真的受到限制。风电业者更加惊渔船拖网会破坏海底电缆。地方政府好认政策避客条例，议会希望讲业者一摆付完20年的促协金。而国际投资者一方面爱甲地方政府甲民间来参详，嘛爱甲国际的厂商来竞争风电市场。风电在彰化面积上多，也互各界竞争者看作是边家必争之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拄完工的花莲新火车头，有民众反映讲，做一个开放式的绿建筑，一个火车头内面是无装冷气，有的热气是热甲挡袂牢。不过，也有民众愿意支持政府节省能源减碳政策。开了9亿的花莲新火车站，看起来正现代化，不过因为是用绿建筑设计。所以，这个室内空间四面的玻璃甲墙壁拢是开放式的，无加装空调。每天早起9点过后，日头晒入来，温度就渐悬，大家一直会痛。因为非常闷热，所以会造成旅客很大的困扰。大家都会往便利商店去走，因为太热了。台地讲响应政府节能减碳政策，花莲火车站才会设计成做开放式绿建筑。不过因为温度悬，伫咧卖票大厅两边有加装2台冷气，加减降温，搁开窗仔门，互空气流通，会较凉。因为我们那个有通风的那个玻璃窗，哈，那个如果全部打开有风的话，是温度是还可以接受。不过开放式的空间如果开冷气，互人批评是国家无环保。在地花莲站安怎做拢互人骂，不过全台湾第一个绿建筑火车站也是真侪人支持。地球暖化不是只有开冷气可以解决这个危机，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共体时间，然后了解到说我们绿建筑的重要性。政府规定，公有建筑的经费若超过5000万，就要是绿建筑。像这种原本标本是无空调的绿建筑，开始用了，如果因为伤热加装冷气的，毋那是花莲火车站。外界这期绿建筑伫咧台湾曝光，不过建筑界设计师是私底下讲，这其实甲民众对节能减碳的接受都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的官店是冷角的故乡，本地在这个时阵应该爱大出。不过，伫咧冷角开花时阵，当着大雨，而且前2期花蕊浪费授粉的情形，拢无讲介理想。致使冷角的产量存无到去年的1成，也是30年来上介歹的。农民也希望政府讲会当比较天气的财算来给因补助。台南官店的冷角伫全国拢真有名，即马是拄开始要收成的时阵，但是遐开冷角产能一丛的冷角，下卡煞找无会当办的冷角。农民讲，因种50年的冷角，头一遍拄到这款代志。阮若一个人落一工，安尼办正常是拢到120斤，即马办到要60斤一工，啊，所以讲了钱啊。种工钱贵吼，啊无迄个量，
产量都歹，一日要请10斤啊，要万无法度万啦。都大办起，嗰啲啊，都自己都卖10斤啊，7、8斤安尼尔。啊，是按早办起，3个真正是也卖不放工啦。前2阵仔落大雨，落尾几个月，线条1期、2期的菱角花，这个雨即马应该要进入3期的菱角，产量无到英国的1成。连请工仔采收的工时都无够，农民求助民意代表，希望政府照农业财损补助。简单的讲呢，已经过了2期，第3期的花还没出来，那也就是说呢，它的农损已经远远超过40% 了。那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寻求农委会能够给予那个天然灾害的一个补助。农业署也尽速安排了勘察，那我们会把这个勘察结果快速的送到农委会请农委会要对这个民众进行是用天然灾害救助菱角产的收成一年差不多会开5期到6期的花，但是今年第1期、第2期的收成差不多拢起了啊。在极端的天候之下，嘛，互真侪农民头一遍拄到这款的状况。台南农业局争取财损补助，保障农民辛苦种植的生产收益。记者综合报道。中美贸易战是一直搁伫咧战，美国甲中国自9月初一开始，拢会甲商品的关税搁调好悬。美国的消费者若是买衫、买鞋啊，买一寡运动的用品、甲民生用品，可能会当到头一摆起价。美中贸易战强度搁再升级，美国甲中国两国9月1号各自对彼此商品推出新一轮的关税措施。美国针对1250亿美金，相当3.5兆台票的中国商品，扩大扣关税到15%。受影响的商品包括智慧喇叭、蓝牙耳机甲各项的鞋仔类。北京也无咧软食，头一摆针对美国进口的原油来扣5%的关税。We're doing very well. It was brought out very strongly today by a number of great economists that because China has devalued their currency so much that in fact they are actually paying for all of the tariffs. 双方经贸团队确实一直保持有效的沟通。关于细节，目前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通报。进前，中国商务部则放出消息，讲9月美国甲中国双方会可能重新启动谈判。川普也证实这件代志，讲会继续来参详。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can't allow China to rip us off anymore as a country. We can't allow China to take $500 billion a year out of our country. We can't do that. 美国预计要在12月15号针对中国手机、笔记型电脑、7套面，还有服装来扣15%的关税。到时阵，将近90%的中国商品拢会互加扣关税。尽管川普讲，中国方面会吸收互加扣的关税，也毋过有分析认为，美国人即头一摆面临增加关税造成商品起价情况。受到关税实施的影响，亚洲股市拜一普遍表现无好，日经、南韩指数拢跌落。香港恒生指数顶半场更加是落了0.5个百分点。记者综合报道。伫外国大西洋有一个有史以来第2大风台 Dorian， 伫咧台湾时间今仔日半暝的时阵来登陆到海岛的国家巴哈马斯，也造成当地大停电。目前是发现讲有一个7岁查甫囡仔因为安尼来死亡，也因为这个风台的强风大雨，伫咧北卡国群岛也发生海水倒灌的灾情。Look at this. We need help. Everything down. 树仔规丛去用吹倒去，主体厝顶一部嘛去用掀开。5级风台多利安侧登陆加勒比海岛国巴哈马，上大连续风速达到每点钟297公里，上大阵风阁达到每点钟354公里，是巴哈马历史上拄到威力上强的风台。地势较低阿巴科群岛，阁拄到7公尺悬的海潮，引起海水倒灌，转来大规模停电。目前传说讲有一个7岁查甫囡仔死去，岛上淹水真侪人无法度疏散。This is a deadly storm and a monster storm. The homes are built to withstand at least 150 miles per hour. So this would put us to a test that we've never confronted before. 多利亚伫9月初变强做上关级的5级风台，震动的速度是真慢，用每点钟1.6公里的速度，初暗时来到巴哈马群岛北边的大巴哈马岛。预计伫当地时间初2到90公里以外的佛罗里达州，政府已经宣布初2停班停课，嘛派国民兵来准备洪灾。By tonight, the Florida National Guard will have 4,500 soldiers and airmen activated and ready to respond. They have 15 rotor wing helicopters available.
5级风台差不多是中央气象局分级标准的强烈风台的层级。中央气象局规定，中心继续风的速度1点钟达到184公里以上，就算强烈风台。若是美国的多利安上大的风速已经达到每点钟300公里，对这个数字会当看出这个力头有偌大。美国总统川普嘛临时取消拜六要去波兰的访问行程。This is now a Category 5. It seems to be one of the biggest hurricanes we've ever seen. We don't know where it's going to hit, but we have an idea. 多利安预计对美国东部海岸一路上北，佛罗里达、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州拢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波士顿有一个异性恋骄傲游艇，在伫咧顶礼拜六的时阵，因伫咧市中心发起活动，大约有200人来参加。不过活动的主办单位却将这个被批复的人接成是高高在上的想法，引起千多人甲反对、甲因呛声。不过发生冲突了后，大约有30几人被警察抓起来。报名做美国超级欢喜触别团体伫满州波士顿所举办的异性恋骄傲大游行，由美国极右派网络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总编辑亚诺普鲁斯来带团，差不多200外人左右的参加者，手提各种支持川普2020连任成功的标语。一群人因对卡普里的广场来出发，游行的队伍探过市区上主要的街路，上后尾伫市政厅的广场来举办集会。Traditional Christian family values, even if I don't always live them myself, but I do the best I can. And honestly, as a gay man, I have been embarrassed and attacked by my fellow homosexuals for most of my life, and these people feel like home. 有一寡游行的人士在以色列国旗，引起边仔反对镇压示威者，大声喊讲解放巴勒斯坦、纳粹建造的口号。Both of us. I can be a Nazi imperial flag. I don't believe it too. So congrats. Great. I am here today to fight against bigotry in all its forms. You know, the reason that we have pride parades is because the LGBTQ+ community has been oppressed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untries for centuries. And those of us who are straight cannot say the same. 波士顿是一个自由派系色彩真重的城市，市长华胥就牵制这场大游行，鼓励市民加入去反制团体的活动。这4辆外景的游行有提经过，还有地方都面过镇暴警察伫边仔伫戒备，消费店也除了互相弹头，还有加啤杯啊这款的场面以外，电动嘛是无啥物代志。不过伫游行宣布解散了后，反对异性恋大游行的民众甲警方发生冲突，去互警方抓香蕉啊困雾。记者综合报道。在世界上有足侪真客国家，亲像是新加坡，因最近就公布一份地下城市发展计划，就是要起地下设备来解决人口上侪、土地无够用的问题。目前因已经起一个12公里长的地下高速公路，未来因也要起一个大型贩卖中心，亲像一块公共设备。这个超大型工地不是咧起厝，工程人员正往下骹行。这是新起的地铁站的其中一站。这个通道因讲是连接未来国家这类发展地下都市的重要入口。Underground animation storage. We have underground oil storage. Soon they are going to put substations underground. You have seen many underground shopping centers. And there has been a feasibility study to construct underground science center or science park. 新加坡目前已经以上新科技起一条地下12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加空调系统。这个面积差不多是台北市2.5倍大的都市国家。地铁系统32年前开通，对地下建设依然是第一个成为将使用空间往下骹层的国家。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到地下磅空停车场、购物中心甲游泳池，加拿大蒙特罗也有地下路网、内酒店头甲餐厅。目前新加坡的大楼已经起到73楼高，国土有1/4的面积来自填海，不过填海沙石愈来愈贵，规期向下骹发展，也会引生能源。We are operating the world's largest underground district cooling system in Marina Bay. And we help the customer to save up to 40% energy. We save up to about 30,000 meters square lunch days.
集团表示，这地下建筑物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4500吨，相同减少1万台伫路咧驶的车。不过，铁份发展计划并无公布。像头前所讲到，伫地下起厝也是考虑到人的居住感受，传统观念内底，住伫地下感觉也是较奇怪。记者综合报道。在香港反送中的情形是一直拢无休。在今仔日透早，有网友在几落个地铁站发起了超合作运动，要阻挡这个地铁列车开门关门。不过，拢有警察伫咧告，这个地铁是正常运作。不过，在富乐站，因为有一个乌衫人拍警察，当场也互抓起来啊。香港警方排几排就伫地铁列车头前一阵混乱当中，这穿乌衫查甫人已经被压制伫涂骹，被抓，搁扣着手铐，传出乌衣查甫人好亲像攻击警察，不过有围观的人是大喊警察拍人。香港网友早起伫每一个港铁站发起超合作运动，有人阻碍地铁关门，也有人伫坐车时阵拍开雨伞。香港防暴警察驻守伫各港铁站维持秩序。传出伫油麻地站，也有人因为一个刑事毁坏被抓。李景站有示威者被带上警車。頭先係港鐵嘅職員啦，係聯埋啲警察一齊去捉一個，即係想希望捉到啲不合作運動嘅人啦。其實我真係唔知呢個社會發生緊咩事啦。好似話有超級不合作運動啊嘛，我知道就係咁。車係點樣？啲人入唔到咯，等咗好耐咯，就係咁多，唔好意思。都是開學第一天，地鐵站有大批通勤的人。香港運輸署表示，交通可能會較無形，提醒民眾預留坐車時間。在這幾天，港鐵受到示威者迫害，也無完全修理好，世界也個人看到噴漆的痕跡。禮拜一暗時，有示威者衝入了港鐵青衣站甲東涌站，車站一度關起來，民眾對着站內警察來叫罵，對着氣氛是真緊張，抗爭一鋪煞一鋪，無結束的現象。記者綜合報道。在香港有真濟學生在咧開學日迄天就發起了罷課行動。香港中文大學講師蔡子強也講，真香港學生無親像較早，願意出來為理念發聲。另外，伫8月31日也發生着警察亂攻擊民眾事件。學者分析講，香港政府想要緊來鎮壓，若准示威者來反抗，也予中國政府更較有理由來出動解放軍。9月2號，香港開學日子，為少中學生、大學生響應反送中運動展開罷課，呼籲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民間5大訴求。香港中文大學講師蔡子強講，前一代香港人追求的可能是物質加經濟生活，因過這陣香港學生受到民主思想的影響，更加願意為了理念站出來勇敢出聲。就是運動現在已經給可能政府打壓得比較厲害，所以他們就是覺得勇武派可能已經付出了很多，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是有另外一些學生用一個比較和平、非暴力、理性的方式，所以他們就開學之後就用這個罷課。蔡子強認為，學生自發性響應，主要也是看到港府最近漠視示威者訴求，而這款的氣氛也漸漸出現在一般市民身上。拜六的示威活動破壞狀況升級。1號在七市機場交通活動中，有民眾向機場快線的鐵軌路來獻物件，警方抓到3名20歲查甫人。31號，警察衝入地鐵站拍市民，警民衝突不斷，也更加升級。學者分析，這是港府想要快速鎮壓，達到威嚇目的。若是情勢更加亂，就充分理由來動用解放軍。的恐嚇香港市民，讓香港市民不再出來示威，但結果是香港市民火上加油，他們會越來越多出來，持續的出來，運動的動能會一直下去，會逼到一個狀況底下是他們完全連這種目前的警察暴力也無法控制的狀況，那個時候在客觀上就構成了軍隊進來的條件。學者指出，最近感覺衝突上升，只是想市民不滿香港警察暴力的防衛措施。這陣港府採取消耗戰，帶來關鍵可能在中秋節，因為最近10月1號國慶，若是反送中示威也無到平息，會帶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真大壓力。特首林鄭月娥是不是有可能為此設下停損點，主動請辭落台？大家攏在關心注意。記者綜合報道。
伫咧咱东华大学读册，一个姓李的香港查甫学生，因为牵涉到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情形，互香港政府用着暴动罪甲伊抓起来。东华大学学生会等等的团体，今仔日向陆委会来申请，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回来读册。每一个诉求都没有一个是回应到的。 我们表示十分的愤怒、无助，还有心痛。表达伫台湾、香港学生的无助，寻求台湾支持，因为东华大学姓李的女学生，等香港参加反送中抗议却被抓，加暴动罪，各受伤大耳。包括东华大学学生会等团体站出来，再起先到香港在台办事处抗议，希望港府和学生回来台湾读册。下晡是向陆委会申请。希望陆委会、教育部还有其他相关的我们中央的国家单位，可以一同来研拟出一套对策。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保护他们？怎么样来保留他们在台湾的学籍？因为姓李的香港女学生3号会伫香港出庭应讯，陆委会代表在电证书后强调有请香港的同事进行协助，也会甲教育部协调，确保相关的权益。我没有办法如期回来念书的话，我们也会跟教育部跟校方去协调，然后让他这个相关的权益不要受到损害。9月3号，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对他回来上课可能会比较有帮助。我们当然都乐观，能够这样的事情。 伫8月中，台艺大姓卢的香港学生也是登来香港参加抗议，食官司，目前保释伫厝休困。9月中会登来台湾读册，伊透过学生会发表声明，感谢台湾的关心，也呼吁台湾学生加关注反送中议题，唔通互今仔日的香港加做明仔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劳动部公告今年无薪假上新的数据，到8月底为止，拢总有33间公司2000多人伫咧放无薪假，其中金属机电类是冲击上界大的。劳动部长柯明春在今日也表示讲，有的是产业问题，有的是家己经营无好问题。不过，有业者认为讲，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市场的订单拢变真少。 劳动部公布无薪假最新统计，到8月底为止，即总有33间的事业单位，有2257人正伫放无薪假。也有可能业者本身的经营问题哈，那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部分哈，予以协助补助哈，那主要是让这些减班休息的员工在这段期间能够再一次的提升自己的职能啊。 根据劳动部统计，放无薪假伫金属机电业有13间，1600多人，受到冲击影响上大。再来是资讯电子工业有4间，300多人，其他无特定的行业有14间，总计33间事业单位2257人放无薪假。只有进前传出因为陆客限制来台湾，旅游业者也放无薪假，即阵也无伫即波名单顶面。有主持业讲，金属机电挖去中国市场，受中美贸易战影响，订单减少。 这阵大概拢在研究。大陆我们大概占了大概40%。我们的客户端呢，他们几乎不会去开拓一些新的市场。中美贸易应该是受到大陆的这个订单大量缩减的影响，大家都还是在撑啊。 针对无薪假，劳动部提供事业单位劳假训练补助，相关补助190万块。新竹某一间机电业者讲，因为订单减少，工时大减，只好改予劳工参加教育训练，上课也照期收发工资。不过业者不愿意讲有偌济员工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解决进口鸡肉线装标示无清楚的问题，卫福部是表示，顶礼拜已经邀请到贩卖场所甲产业团体开会讨论，也决计在今年12月初一开始白试办半年。未来无论是国内也是进口线装的鸡肉，业者一定爱标示当时台日期。不过民间团体也烦恼讲，共挂起卖业者可能会用大票仔来偷改日期问题。 大批场冰箱和鸡肉到底冰偌久，可能真歹以外包装看会出来。你为了提供消费者完整资讯，卫福部小署要推动业者自主标示台日期，并且为今年11月1号起试办。未来无论是国产或者是进口的线装鸡肉产品，业者应用卡片插牌或者是徛牌方式，另外加一个台日期，而且字体要比2公分较大。犯错的业者针对他的产品，就是以插牌立牌的方式，在这个
贩售的陈列的场所去呈现它的屠宰日期。那它的字体就要在2公分以上的大小。销售表示，卖场超市所卖国产鸡肉为保证到台卖出去，消费者应透过扫描 QR code 一期，资讯是清清楚楚，业者自主表示应该无问题。不过进口鸡肉经过分证了后，就需要卖场配合，卡数产品已经出回到下面通路，标签应用带。产品卡数是综合回顾了，有青菜鸡肉真济种，应暂时免标示。它可以贴掉重贴啊，打印的话它没有办法重贴嘛。所以说，这是我们回到说，虽然是鼓励性质，可是它的实际意义有多大？我们是希望这个屠宰日期本来就应该要很清楚标示在这个产品，让消费者知道说这个产品是哪时候包装、哪时候屠宰的。民间团体烦恼标签用量的临时用印的，是按把关都无够严格。不过销售强调，试办期间因是鼓励性质未规范。等试办半年后，会阁邀请通路甲业者检讨实际情形，慢慢来修正。记者综合报道。结婚的朋友爱注意咯！自9月开始，台北市新北市连锁便利商店以及入咖啡店头前的灯仔卡，拢是禁止袂使结婚的。昨头一天，台北市就开出2场的花单，那新北市就开出11场啊。自这个月开始，台北市加新北市扩大禁婚政策，便利商店、连锁咖啡店的灯仔卡门口拢总禁止结婚。在7月正式实施的第一天，新北市卫生局对67个结婚的地点加强稽查，在新北市查到11件，台北市是查到2件。大概就是有2位的吸烟行为人在内湖跟松山区的这个便利商店门前有吸烟的情况，是民众带去的，或是民众用他喝完的饮料去做吸烟器具，商家都要定期的或者是巡逻去把它清除掉，没有清除，没有把这个吸烟的器具清除，我们就是罚店家。在第一天开发的案例，拢是双北卫生局主动去查，针对结婚的地点加强稽查。台北市伫咧内湖上山查到2件，新北市卫生局讲，新北市11件内面，以邦桥罚3个人上罪，针对结婚的人将会罚2000。限制人家，但是你一方面其实也在配套措施也要给人家进行，可能一些吸烟场所提供他们一些吸烟室之类的。新北市卫生局强调，店面要义务来劝导。若是有店伫咧灯仔卡提供婚纱裤啊、定制外订婚的工具，相关会当罚到1万。这些的座椅就很容易变成误导。虽然已经有了标识，可很容易误导，因为吸烟的人可能就坐在上面抽烟。户外的就骑楼的一个座椅拆除，这是一个符合法令。针对民众对于加强禁婚政策正支持，杨公耀人认为，对结婚的人的需求，也个结婚的空间，也应该提出配套措施。除了灯仔卡以外，双北市禁婚的所在，也个包括公园、学校周边的人行道，也个公车牌边啊。记者综合报道。但一般看到的亲子共学，拢是爸母带着囡仔。不过在增加所在，因为老人甲囡仔是上介济。伫咧南投的迎南社区，因为这个所在也是老人甲囡仔上介济，也特别举办着祖孙仔做伙来画图的活动。拍点涂骹伫大地磅礴顶头画图，画农村的生活，画南投迎南社区的故事。一般亲子共学拢是爸母带囝做伙，不过这摆的亲子共学是妈孙仔斗阵画图。我会跟小朋友讲一些以前农村的事，然后让小朋友去发挥，就是他们想象的农村场景。虽然这边也是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水田啊、插秧播种的一些画面，但是他们没有体验过以前古早的农村生活的样子。要叫阿嬷加珍惜煮食较简单。食到7、8、9十，叫阿嬷摕画笔画图是真困难。家在边仔有囡仔囝做看，画图囡仔颠倒较厚。你加加。要画啥？人啊，厝啊。我无，阮也袂晓画啦，懵学啊。这现在要做完的，干那干孙啊，我阿祖了。叫阿嬷他们画画很有趣，因为可以看到阿嬷他们画得很漂亮，然后还可以跟他们聊天。面对人口老化甲少子化，
一般庄卡只剩老人甲囡仔较济。南投市卫生所特别办这场亲子共学的围堵活动，简单的活动设计，就会使让妈孙仔互相交流，嘛顺续教一寡健康的知识，亲像预防老人失智症，也是预防老人跋倒，一兼二顾，心识各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落土时百二命，不过在这个现代，宠物是平人更较好命。因为时代伫咧改变，有的人把猫仔、狗仔当作是家己囝儿逝世安尼惜命命，也因为安尼，有人看到市场的商机，有真侪学校也开始设定宠物美容相关的课程。做宠物美容，唔但爱甲动物整理好水以外，也爱学安怎甲动物建立信任的关系。手里亚加岛帮狗仔设到造型，手法真流利。伊是高中宠物经营科1年的张如如。头一摆参加2019年青少年指导手竞技比赛，就得到金奖的肯定。这项比赛唔但靠宠物美容的功夫，更加考验人甲宠物之间信任的关系。这次比赛是暑假去找老师练，然后一有空就会去老师那里练习。然后这次比赛展现的是拉姆型。审查员看到是全方面的，就是你从头到尾你要照顾这只狗。你除了要陪伴它、训练它、美容，你都要做好。我们现在在培育这些青少年指导手的，就是让他们从头到尾都要了解这些狗狗的习惯、技能方面的，就像美容、宠物行为这些都要了解，他们才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近年来，宠物的市场哪来哪大，嘛有哪来哪侪学校开设宠物经营、美容相关的课程。科技大学有3间学校，总共8种的学位学程，高中职嘛有3间3种课程。107学年学生的人数总共超过750人。那我们在学校教育的部分的话，当然是提供它一部分就是经营啊，但是实际上这个产业是非常的大，希望能够提供学生未来在就业上面啊更好的这个协助。校方引入业界老师亲身指导，嘛当做宠物美容的教室，让学生都会当接受专业的训练，和业界对接，为这个一直在发展的宠物市场培养新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的德田国小，因的学生若要无violin，就爱先学安怎做琴。也因为做琴的美学是真有路，学生囡仔爱豆豆做才会保守。咱做回来看。真年水的琴声，真足看，这支violin真特别，也未油漆过是粗胚。这是屏东县德田国小学生开200点钟的时间，豆豆去磨，亲手所做出来的第一支琴。在做法设计前，你觉得怎么样？有一点难。那你看到这个成品做出来之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它的高音方面算还蛮好听的啊，低音方面就是还蛮圆润一点。这间木造教室是无内用的变数过翻起的，学校伫休热期间，请老师来教囡仔做琴。为规划教室计，拢是由学生甲老师8人共同来讨论。这做 violin 需要真有路的功夫，这对囡仔嘛是真大的挑战。你要专心，比如说你刻一个头，你做一个 F 孔，你就要可能就是要这2个小时，你要很专心在上面。德田国小校长表示，除了制作 violin 的课程以外，学校把安什么成立弦乐团，家己要有的琴家己做。那孩子透过手做，让他能够从一个木头，让木头发出声音，那对孩子的一个生命经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历程。目标是做成6把之后呢，我们就会成立小提琴队。虽然过程是真辛苦，也毋过第一支琴完成的时阵，囡仔拢真欢喜，尤其是听到家己所制作的 violin 所奏出来的音乐声，更较有成就感。因伫休热期间会继续打拼，继续制作上水的 violin。记者综合报道。伫明仔这是台湾各地头是好天，不过也会真热。也在咧恒春半岛、东南部、东部地区，以及着金门、马祖可能有阵雨。在中南部、北部、东北部的山区，过中昼了后会落雷公雨。明仔是天气热高翕，来看气象预报就知影情形。北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
东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4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也传恁德国看狗仔体谅的同乐会，也感谢今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仔更的时间，咱再会。